大家好，我係 Mike。Hello，我係 Joe 啊。阿 Joe 啊，近期咧房地產市場入邊咧有存在嗰啲新嘅概念，叫做第四代住宅。咁第四代住宅究竟係乜嘢嚟咧？佢嘅標準又係咩？咁我哋同呢度同大家介紹一下。咁其實第四代住宅啊，呢一個咧並冇一個暫時嘅官方標準嘅。咁基本上而家人哋定義出嚟嘅第四代住宅，都係一啲開發商啊，或者一啲地產嘅從業人員啊，咁啊用佢哋定義嘅標準咧，咁啊而家定義咗而家嘅所謂嘅第四代住宅。咁包括以前有嘅第一代啦、第二代啦、第三代啦、第四代啦，同埋包括而家發展緊嘅第五代都有。咁你頭先講到嘅第四代住宅，咁或者都簡單講一講第四代住宅究竟係啲乜嘢嚟啦。咁其實而家所謂嘅第四代住宅咧，就係更低嘅容積啊。咁普遍嚟講，而家從業人員比較多講得多咧，就係呢個2.0容積以下嘅。另外咧就更高嘅一個綠化率，一般佢都提出嘅要求去到40%以上嘅，同埋更低嘅一個建築嘅密度，可能佢嘅標準暫時而家人哋定出嚟嘅就30%以下，仲有更高嘅一個使用率。咁包括而家啦，可能啦，整體房地產嘅市道咧就唔係話十分之理想。咁其實而家好多設計方面嘅話咧，咁政府嘅規管相對嚟講咧都係比較靈活一啲嘅，就冇太多嘅行得太死。所以喺設計方面咧，會有比較多嘅所謂嘅坊間講嘅一個偷面積啦，利用一啲陽台啊或者啲結構板啊，令到嗰套房屋嘅入邊嘅使用嘅空間要更加之大一啲嘅。跟住另外咧，亦都比較強調咗一樣嘢咧，就係一個家庭嘅活動嘅互動空間，同埋小區嘅互動嘅空間。仲有另外咧，就係一個垂直嘅綠化。仲有一個而家越嚟越多嘅講緊 AI 一樣嘢嘅智能化家居咧，亦都係越嚟越多運用喺我哋嘅家庭住宅上面嘅。咁呢個就係暫時市場上面講嘅第四代住宅嘅一個民間嘅概念啦。咁樣咧，阿 Joe，第四代住宅佢出咗嚟嘅概念之後咧，就係佢嘅備案價格咧，就已經係篤穿咗中山房地產市場嘅一個天花板。咁你覺得第四代住宅嘅呢個價錢咧，值唔值得佢而家嘅呢個吹風價出嚟咁多嘅咧？咁其實你話房地產嘅價格啦，我個人認為更加多嘅就以呢個供求關係更加多嘅影響個價格啦。咁其實第四代住宅頭先我提到嘅，佢一大堆嘅附加值，當然喺一個使用面積方面啦，呢個係最實際令佢有個價格嘅溢價嘅一個空間嚟嘅。因為畢竟你好似傳統嘅，如果係高層住宅，譬如以一個100平方嚟睇啦，咁可能佢嘅一個叫做得房率，即係實用率，我哋講緊嘅，可能得85到80平方左右。咁其實而家呢個第四代住宅，因為佢喺設計方面相對比較靈活一啲，咁有可能計埋佢一啲贈送嘅面積啦，咁可能100嘅平方嘅建築面積，可能佢嘅使用面積有機會係去到120平方，甚至更加多嘅。咁其實對比使用面積去到120幾方，又或者對比之前常規嘅80幾方，其實你多咗有30-40方咧，喺呢一個計數方面嚟睇咧，其實佢有一定嘅更加多嘅對客戶嘅一個議價空間，所以呢一樣嘢咧會有對佢嘅價格有一定嘅好處嘅。但畢竟房地產我覺得都係一種大型嘅商品，都係以供求關係為主咯，個價格影響嘅主要因素。咁樣如果係第四代住宅同埋而家傳統在售嘅一啲嘅住宅嘅話，就唔係第四代啦。咁喺客戶上面或者我哋購買者上面嘅話，點樣去區別同埋點樣去選擇？其實點樣區別點樣選擇咧？呢個就要視乎每一個客戶佢嘅一個需求。咁其實更加多嘅，我覺得而家嘅房地產市場，佢唔單止係好似以前10幾20年前嘅，只係販賣呢個水泥石屎，佢更加多嘅會注重呢個入邊居住人群嘅感受，更加多嘅互動，更加嘅舒適，更加多嘅智能化，更加多嘅綠化。咁其實咁多方面砌埋一齊嘅話咧，咁其實對未來一啲住宅嘅一啲需求，包括人嘅對住宅嘅一啲需求咧，都會隨之而發生變化嘅。咁未來嘅話，我相信係會越嚟越向住一個互動同埋智能化發展嘅個家居啊。
OK， 今日節目就嚟到呢度啦嚇，咁亦都好多謝阿 Jo 對我哋嘅一個分享同埋就係資訊啊。另外咧，仲有就係、如果大家各位觀眾有乜嘢想去了解同埋想去諮詢嘅，請喺留言區留言俾我哋，跟住點讚加關注啊！今期節目到呢度，拜拜。拜拜。